好啦，呢度係第二類題目嚟嘅。咁首先咧，呢個係一個五邊形啦 ，A B C D E is a pentagon. Find the value of x。咁裏邊有啲度數我哋已經知道噶啦。咁我哋要揾翻 x 嘅數值嘅時候，就要諗一個 concept 先，就係所謂 angle sum of polygon。一個多邊形嘅內角總和咧，原來有公式計嘅，就係 n 減2乘180度。n 就 stand for number of sides of the polygon， 亦都即係話嗰個多邊形嘅邊嘅數量。咁因為呢個係五邊形嚟嘅，所以我哋呢度就擺個5字喺度啦，個 n 就。咁根據翻呢個資料啦，咁我就寫翻 angle ABC， 即係呢隻角啦，再加 angle BCD， 即係呢隻角啦，再加 angle CDE 呢度啦，再加 angle AED 呢隻，再加 angle BAE， 最後就呢隻。呢5隻角加埋理論上就等於翻開括號5減2，跟住乘180度，跟住又代翻數字入去啦。angle ABC 係106度，加翻 BCD 係 x，CDE 都係 x， 再加 AED 就100度 ，BAE angle 就係120度，就等於翻3乘180度，咁就得出翻 2x 加326度咧，就等於540度喎。根據翻運算嘅過程之後咧，我哋得出 x 就等於107度啦。